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我哋一齊睇以弗所書第1章嘅18至20節。經文裡面咁講嘅，佢話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，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嘅指望，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嘅榮耀，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嘅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從死裡復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嘅右邊，遠超過一切執政嘅、掌權嘅、有能嘅、主治嘅同埋一切有名嘅，不但是今世嘅，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嘅經文咧喺18節嗰度講及心中嘅眼睛裡面嘅心。喺希臘文咧，除咗可以解作真實嘅心臟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解為身體，又或者屬靈或者心理方面嘅核心。咁究竟呢個心應該解作係心臟啊，定還是係心理啊，定還是係屬靈方面嘅核心呢？咁我哋就要留意翻上文講啲咩嘢啦。喺17節嗰度咧，保羅提及求主將那賜人智慧嘅啟示的靈賞給你們，使你們真知道他。換言之咧，主體就係聖靈喎，而聖靈能夠幫助信徒真知道神嘅奧秘，培養屬靈中嘅我哋。所以18節嘅心係指向咗屬靈嘅層面，亦都可以解作裡面嘅我。更合適嘅解法就係屬靈中嘅我，意思係內裡面屬靈被更新嘅生命。18至21節咧，延伸到兩個屬靈中嘅知道。知道呢個關鍵字咧，分別喺18同埋19節出現，呼應咗上文嘅真知道。整理一下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到兩個屬靈中嘅我哋需要知道啲乜嘢啦。第一個知道咧就係指望，意思咧就係盼望。呢個盼望就係我哋將會得到嘅基業。呢個基業咧唔單止豐盛，並且有榮耀，遠超過今日所有物質世界能夠睇見嘅一切事物。呢個屬靈嘅基業係一種唔會過去、唔會被毀滅，亦都唔可能被震動嘅基業。呢個基業咧，直指向基督徒將會擁有永恆嘅生命，並且咧與主同在呢一種不能形容嘅快樂啊！雖然肉眼睇唔到啦，卻因為聖靈喺我哋心裡面嘅緣故，以致咧屬靈中嘅我哋能夠睇到啦。唔單止睇到，仲得到，並且咧喺今生將會咧喺呢個腐朽嘅生命中咧彰顯出嚟。因為睇到得到，所以有信心可以活得到出嚟啦。而第二個知道咧，就係知道耶穌從死裡復活嘅能力。佢已經準備好我哋咧，作我哋隨時嘅幫助。呢個能力有今生有來世。今生咧先喺屬靈中培養，並會喺來世中咧嚟到完備嘅，即係得以完全啦。喺第21節當中咧，超過 above 出現咗2次。第一個超過指向神嘅能力超過你今生嘅經歷，你經歷到所有嘅力量。第二個超過指向神嘅權柄超過今生你睇到嘅所有嘅身份同埋權柄。有力量有權柄，所以就有榮耀啦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咧屬靈中嘅你睇到啲乜嘢呢？我哋有好多事咧，其實已經知道聖經嘅道理噶啦，卻唔係真知道咧呢啲道理背後嘅深度。如果冇真嘅知道咧，就唔能夠真嘅領受。求神憐憫我哋嘅愚昧，讓我哋今日就能夠超過今日嘅挑戰啦。讓我以一個見證嚟到結束。喺崔氏咧有一位弟兄咧，上一年接受咗浸禮啦。喺呢一年裏面，佢就不斷咁樣參與教會嘅敬拜同埋團契。我好感恩咧，能夠喺佢身上睇到神嘅恩典同埋能力。
因為癌症嘅緣故咧，呢位弟兄咧喺幾日前已經返咗天家啦。本來眼睇到嘅處境應該係悲傷嘅，但係呢個弟兄喺呢一年當中咧，尤其是喺返天家之前嗰幾日，見證到超越今生嘅能力。雖然佢喺去世之前咧經歷咗痛苦，但係咧佢都能夠清醒咁樣以眨眼嘅方式咧嚟到祈禱，並表達跟隨主嘅意志。直到佢斷氣之後咧，本來悲傷嘅結局竟然成為咗一個令人釋懷嘅一幕，因為我哋看到睇到呢個弟兄喺斷氣之後嘅容貌咧，唔係苦嘅表情，而係一個燦爛嘅笑容。呢個笑容咧唔係用肌肉撐出嚟嘅笑容，而係咧一種會心嘅微笑。呢個斷氣之後嘅微笑咧，係遠超過一切地上嘅快樂，證明耶穌咧係讓死人復活嘅大能同埋權柄已經臨到佢嗰度啦。呢個弟兄咧，終於得着了盼望，得到那不能被震動嘅基業。呢個弟兄生前肉體嘅眼睛雖然關閉，但係佢心裡面嘅眼睛咧卻持續睇見。佢唔單止係知道，而係真知道啦。弟兄姊妹，讓呢啲見證鼓勵並幫助我哋打開屬靈嘅眼目，讓我哋能夠從知道今日嘅解經，更能真知道聖靈當下嘅幫助。你今日眼目嘅主體喺邊度呢？祈求聖靈幫助我哋，而家就立刻打開我哋屬靈嘅眼睛，解放我哋屬地嘅身體，讓我哋都能夠超過今日所有嘅困難，並把榮耀歸返俾我哋嘅天父上帝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